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，本剧场由东鹏特饮独家冠名播出。据悉，这颗陨石来自迭塔星，根据目前移动轨迹，只会划过地球。デルタ星が地球へと接近しています。地球への被害はありません。繰り返します。据我们所知，这颗陨石在60年前已经造访过地球。关于陨石的辐射问题，普通居民又该如何防范？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处理方案。这次再度划过地球是有什么预兆吗？对我们的生活是否有影响？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啊，对呀、这都行。异能雷达显示，刚才逃跑的异能者就在这附近。哎呀，麻烦死了！一个 C 级的异能者居然出动我们2个组长。别废话了，我还赶着下班去健身呢。刚才交手的时候，我已经触摸过他了。哼，想抓我？这块。不好！我的异能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没有人能在我5米范围内发动异能。就算我没了异能，别忘了我曾经也是个偷。这块。最新消息，北城区个别居民反映自己忽然拥有了超出人类常识的能力。专家称，这种异能可能与2年前的陨石辐射有关，目前还未找到具体原因。我是庄宇。虽然别人看来我是个落魄的猪肉佬，但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。特别是最近，我总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召唤着我。靓仔，猪肉多少钱1斤？靓女，看你这么靓，38。来2斤五花肉。没问题。2斤2两。哇，靓仔，称你都不用称一下。哇，靓女，你不知道我有超能力吗？只要我摸一下你的肉，我就知道几斤几两。厉害，厉害。是不是真的啊？當然是真的，你隨便挑一塊讓我掂量掂量，對不對？我同你講，超能力呢家嘢真係唔係話個個都有。超能力是不是真的呀？我就不信你能有那么准。呀呵，我要是不准，我送你半頭豬。好，你说的啊，就这块了。1斤3兩。这不是2斤吗？怎么可能？哎，3局2胜啊，这个不算，再来。必杀3000烦恼风，1斤3两。还是2斤啊？我就不信了。
想赖账是吧？不信你看，干什么？异能者。 胡说什么？你刚刚手里拿的钥匙排进伊利小区的，这个小区在北城街道，最近说了什么异能反应被封锁调查，那附近的菜市场都关闭了，外卖不愿意送进去。你平常应该很少来菜市场，脱了手套后指甲修剪整齐，衣服一尘不染，凑过来的时候还用手捂着鼻子，就算没有洁癖也是个爱干净的女人。可是你居然会脱了手套直接用手触摸油腻腻的猪肉。刚开始我以为你的能力是可以修改我电子秤的参数，可是我刚刚用手掂量了一下，肉确实变重了，所以。 你的能力应该是可以改变物体的重量。你什么你？超能力而已，有啥可丢脸的吗？对吧？有没有看过蜘蛛侠？有一句话叫“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”。啥也别说了，赶紧把我的肉全买了，够你这个单身狗吃半年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男朋友？嗨，就你这脾气，你要是有男朋友，肯定派他来买菜呀，对吧？无耻！我无耻，但是我关心你。哎，小姐姐，其实呢，我也是单身，要不咱们加个微信？那你是不是可以送我半扇猪肉啊？那当然不可能啊！还想套路我你啊？保安，袁楚老先，保安，有个骗子，女骗子啊，想骗我的猪肉啊！保安，赶紧过来把他抓了！保安，快来，保安！你要干嘛？你该不会是想用鸡毛砸死我？等等，我啊！ 停！啊！给不给？我是有原则的，我说不给我就不给。再说一遍，给不给？啊！都断了，大姐，我给，我再送你一个铸铁行吗？我。哎，兄弟啊，你也不愿意送他猪肉是吧？ 无限。对不住了，兄弟。秦岭。没想到居然被一个猪肉佬抓住了。异能是什么？请协助调查。雷达显示，3个人都有异能反应。3个都给我带回去。 看我干嘛？我普普通通，我杀猪的。麻烦。老大，华马已经被他们的人抓走了。继续按计划进行，红日落丁，来西城区见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薛老大，怎么样？搞不定的话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复选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何必呢？明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打中我，这么浪费次数，一旦副作用发作，我可没有抑制剂救你哦。不就是抑制剂？麻烦你回去转告万里。 我薛老大自己能搞，就不劳烦你们几位天王。哟，看来你是已经知道异能局的位置了。信手拈来。周宇，谁？异能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宇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作品。扫描下方二维码，来 B 站轻剧场看《谁异能者》，关注3分钟推理。 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看，谁异能者？